来讲，清明要到，已经有不少民众开始陪墓。不过，台中今仔日所有几哪大公墓烧起来，其中大多第四公墓上界严重。初步统计是烧超过8500平方公尺。50外消防队员落去救灾，也空勤总队的直升机嘛出动来到拍火。另外，伫咧西屯第14公墓火哦嘛是烧几工，连边的军营这个山坪嘛受到牵连。 空勤直升机在水地去到导火山那顶面，为空中倒水协助拍火。台中市大道区第4公墓星期早起10点多传出火警，虽然驻点公墓的消防队随着发现乌烟甲火点，也不因为大风帮助火势大火一发无法度收煞，也拓小到人员无法度去到所在。 比较地势陡峭还有山谷的地方我们人员没有办法下去，那个火灾量蛮大的，所以我们就第一时间我们就申请空勤总队到达现场。起火原因我们初步研判是因为最近这2天天干物燥民众在扫墓的时候他们应该有燃烧金纸引燃了旁边的 杂草。消防局统计，第4公墓甲4棵火山那烧的面积超过8500平方公尺。除了人员抢救，空勤总队直升机也出动10架次协助空中拍火。也不过烧的范围实在伤大，加上大风一吹，火势就变大。消防队拍火拍到皮皮喘。另外，位于东海西屯区第14公墓也发生公墓火警，大片墓区风烧甲乌麻麻，大火也烧至瓦近的军营。 在跟民众宣导扫墓安全的时候，刚好看到后面有烟冒出来，然后后面就因为今天风比较大，就才扩散的燃烧比较大片。营区里面有一部分在烧，我们也有人进去协助灭火了。 台中市消防局表示，相关导火原因由外调查，针对清明扫墓提倡4不1要原则：扑草卖烧，焚鬼莫乱弹，纸钱无烧，莫放炮啊，粪扫爱早走。那违规引火者，以消防法相关会当处3000块罚金，也强行触犯公共危险罪，呼吁民众爱配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